有一掛人伊無娶某，而且伊無囝兒逝世，過往了後，這財產竟然分予伊的兄弟姊妹。立法院今仔日三讀通過民法的修正案，正式把兄弟姊妹直留分的規定排掉。不過律師也提醒講，新法袂去影響到兄弟姊妹之間的繼承權，也建議民眾也是愛提早來規劃過身了後的財產分配。資深藝人周世平進前過身，無囝兒甲家後，佮甲兄弟感情無好，嘛表態希望財產攏留予長期照顧伊的客囝。不過同時依法第一順位繼承人就是兄弟姊妹，嘛應該關心。現代人無結婚無生囝，單身族也是無子女的頂客族比例等於提高，部分單身也是頂客族，因為民法規範的兄弟姊妹直留分，遺產規劃自由度受限。立法院會第28正式三讀通過民法第1223條修正案，刪除手足直留分。立委嘛強調，這不是要破壞親情甲倫理。進而推翻被繼承人生前明確做成的遺囑安排，這不僅違背了繼承人的真實意願，也讓真正長期陪伴照顧被繼承人的配偶、伴侶、親友跟公益團體因特留份的扣減而無法完整取得遺贈。包含德國、日本也已經廢除多年。這次修法絕對不是要弱化手足之情，而是讓繼承回歸到財產自主決定。根據即賣民法規定，直留分的計算，愛先算出兄弟姊妹的應計分，再構成手足直留分比例1/3，這是兄弟姊妹的直留分。這個修法的重點，就是將兄弟姊妹直留分刪除。律師是講，這不是講手足就失去繼承權，是要讓財產所有者有更加多分配的權利。尚未終結的調解或者是訴訟的案件，這個新舊法適用的問題，其實我們是建議在這個生效之後啊，這個個案上可以去諮詢律師，會看能不能依照這個修法的施行細則或過渡條款去辦理。台灣遺囑協會表示，新法上路了後，渴望減少家族啊相爭財產的悲劇，民眾更加應該自主規劃身後財產的分配。但是法務部另外提出的特別貢獻分，免定繼承人當中有對被繼承人提供特別實質的照顧，會當考慮另外加入繼承人的應計分當中。不過實質特別照顧的標準無法度確定，這個修法並無處理。記者採訪報道。